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。陳校長呢認為每一位小朋友都有獨特嘅才能，佢經常會引入一啲不同嘅興趣活動啦，同埋平台，等我哋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發掘自己嘅興趣同埋潛能。讀書係學習解決問題嘅能力，亦都係培養經濟嘅途徑。將來小朋友最緊要揾到自己嘅夢想，堅持而努力，最終一定可以成為最閃耀嘅星星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像星火隨空氣繪畫曙光，管他怎麼看，人生只得一次，為自己瘋狂。假使相信就拼命去闖，泥濘路笑着走。